你最近幾好嘛？幾好啊！原子筆，而家大學生有 Apple Pencil 嘅，今次仲望星啊 A1 Con U Med ，Medic 好啊！上年貼題係咪中咗？所以你可以入到三大讀埋神科。你成年冇一齊讀書，一見面你就爭眼我。知唔知點解你哋上年 DSE 入唔到 U 啊？點解？係因為有人不屑貼題，就算有本勁過臨場必備嘅貼題錄都唔肯睇。你講咩啊？你挑撥離間啊？喂，我唔知㗎，林 Sir 同我講㗎咋。有人自把自為，覺得份碌試冇鬼用抌咗啊嘛。點知中晒勁有 point 啦？如果你唔信我嘅，可以翻學校睇下份卷，睇下我用咗咩 point。玩閒，我係死咗啦！你揀啱啊，全班第一。